270度嘅黃楊河景，底下嘅咧就係我哋嘅濕地公園啦。平時落去散步啊、騎下車啊，一啲問題都冇噶。靚個景就肯定要配好嘅配套啦。自己落樓揸車一個字嘅咧就係萬達廣場噶啦，而且咧亦有巴士係直接翻到香港荃灣太子，自己揸車大約5個字嘅咧就可以翻到港珠澳大橋噶啦。配套就成熟噶啦。咁好似啱先個景啊，個單價以及於總價幾多啦？我同你講噶啦，佢係84平方嘅2房單位，高層嘅 total 95個起嘅咋。咁佢亦有大嘅戶型，就係110平方嘅3房2廳2衛係雙露台噶。佢樓下咧有我哋嘅濕地公園啦，以及於周邊3公里範圍之內咧就有我哋嘅專醫5院，以及於珠峰實驗中小學啦，即係小學到埋中學都係一步到位噶。世榮咧呢個開發商咧喺珠海斗門區咧係數一數二噶。咁我哋而家睇呢個咧就係世榮風景廣場噶啦。佢整個小區嚟講嘅咧就得5棟樓，小區就會細少少啦。但係唔可以否認嘅咧就係佢周邊嘅環境係真係非常之靚，即係我哋樓下嘅濕地公園噶啦。睇翻出嚟嘅景觀嘅咧真係安靜啊，以及於睇出嚟嘅景觀係非常之正嘅，即係俾得人哋嘅感覺嘅咧就係嗰種鬧中取靜嘅感覺啊！翻嚟居住啊，以及於養老咧都非常之唔錯。喺珠海擁着呢個一線無遮擋嘅景觀，19個上車咧真係稀缺產品嚟嘅。精裝現房111平方，做咗3房2廳2衛，而且係做咗雙露台噶。我哋視頻睇到嘅，好似我哋嘅中央空調啊，以及於廚房3件套1線各牌交標咧，呢啲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噶。2個露台睇翻出嚟嘅景觀咧都非常之正，可以睇到我哋嘅黃河景啦。講真一句，呢個樓盤攞翻嚟自住啊，以及於養老咧都非常之 OK 噶。而家咧亦有我哋嘅物業管理費啦，以及於我哋家電大禮包嚇，剛需用戶咧上車輕輕鬆鬆啊，到時候買啲家具咧就直接入住噶啦。有優點亦有我哋缺點啊。呢度嘅咧佢嘅得房率唔高，如果係話你亦想翻去到我哋嘅珠海香洲區主城區嘅位置咧，呢個路程咧就有稍微遠少少，接近4個字嚇。我哋嘅房源咧係真實嘅房源嚟嘅，全面攤開所有嘅優缺點。想了解咧風景廣場更多嘅戶型以及於單位預算啦，同埋灣區購房計劃書嘅，咁我哋視頻嘅評論區打個想要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我哋下期再見。